想着起航，多少次的等待，远方的朝阳，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在这一路之上，也曾感到彷徨。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总被时间改变，失去力量，也曾在迷茫中成长。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说再见吧，昨天，坚强面对，勇敢着去绽放。哎，你说这怎么什么东西都比咱老家贵呀？啊，有什么好的呀？这破地方。要我说呀，妈，你就赶紧回老家。你爸觉得自己特没面子，想都别想啊！我跟你讲，想都别想。就没有比咱老家更好的地方？有啊，北京，首都啊，就是比这物价还贵点。这孩子，人家都说你养女儿防老啊，养女儿贴心，我怎么就没体现出来呢？你气死我了！你想，林老师，哟，这不是新日勤兵吗？哎，那个这位啊，李老师，这是我妈，妈，这是我们的台柱子李栋老师。台柱子啊，啊，李老师，咱见过的，你忘了？我在你那儿买过早点。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说实话，我这儿可不光只有早点，还有正餐呢。哦，什么时候上我那儿坐坐？我请客。哎，谢谢李老师。那怎么好意思啊？没事啊，一定来啊！哎我骑我车去。好好好。台柱子，自行车？我车胎扎了，您给看看。刘叔叔，哎呀，嘿，这不是秦兵吗？啊，这啊，刘叔叔，这是我妈妈，妈，这是刘叔叔。你好，你好，你们你好，认识啊？啊，啊，对了，刘叔，这是我们的台柱子啊，李栋老师。哎，是。哦，李老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不会挨宰了是吧？你看您说的，你就放心搁着，我保证给你修得满意，而且不收你的钱啊。这多不好意思啊！行了行了，你忙去吧。行啊，那我先撤了啊。哎，金妹，我赶紧忙了啊，照顾不了你们了啊。你走哪儿啊？梦妮，这我的呀。阿姨。跟你爸下棋呢。啊，阿姨怎么来了？快进来。来，我来。包的2种馅的饺子，带过来，你和你爸正好可以吃。太麻烦了，谢谢阿姨。爸，你快看看，这是谁来了？他们说下棋呢，你认不认识？哎呀，亲家母嘛，怎么不认识？他们说啊，你真够可以的。爸，你也真是的，人家还没结婚呢。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没错，等一鸣回来，咱们就商量这事儿。你认识一鸣啊？怎么又糊涂了？阿姨就是一鸣的妈妈。她怎么是一鸣的妈妈呢？她是志恒的妈妈。哎，你这孩子，哎呀，亲家母啊，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家妮妮啊，她就是调皮捣蛋，将来志恒要娶了她，还得多让着点呢。啊，好了好了，去倒杯茶啊。哎，亲家母，我们进去聊，请。妈，哎，
你来的正好。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我刚好有话要问你啊，就是你们剧院开饭店的那个人，真的是台柱子最有名的？算是。哎，那你们剧院真的不是骗人的？不是骗人。台柱子，名演员，修车修的是自行车，补了车他还不想给人钱。谁家不居家过日子省点儿？那个修自行车的半大老头子呢？半大老头子，妈，你说话太有意思。你笑什么？那你话呢？真的就像你说的，他儿子是那个什么，北京的那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已经拍了一些电视和电影了。嗯，现在还在剧组呢。看看人家。哎，那他爸现在还修自行车啊？为了生活嘛。再说修自行车怎么了？鬼迷心窍，鬼迷心窍，我真是鬼迷心窍了。我让你学表演专业，你要是能像修自行车他儿子那样啊，现在拍个什么电影啊、电视啊，你哪怕站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心里我也美得慌。要不然你混得像你们台柱子那样也行，开个饭店，雨淋不着，风吹不着，还能赚钱。不行不行，那早知道开饭店，我干嘛要花那么多钱让你读表演专业呢？你说是吧？哎，是妈，你说什么都行。不然我要是这么说，我今天是彻底死心了，我无法承受这个现状，我去吃点药去。我受不了这种打击，太刺激了。阿姨，你看你大老远跑过来的，吃了饭再走吧。不了，你叔叔中午活少，说不定会回去休息。你回吧，别让你爸一个人待着啊。没事，我送送你。哎呦，阿姨在这儿。哎呦，志恒，你怎么大中午有时间过来呀？我中午怕他们做饭太麻烦，所以我买了点吃的，一起吃一口吧。对，一块吃吧，阿姨。啊，不了，我还有事儿呢。妮妮啊，阿姨呀，可要说你2句了。你说这志恒平时工作这么忙，你还让他帮你订中午饭，这多不合适啊！以后啊，你要是忙不过来，就来找阿姨，别再麻烦你志恒了，知道吗？没事，阿姨，他应该的，是不是啊，甄志恒？是，没事，阿姨。谢谢你啊，志恒，你呀是做大事的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有我还有你刘叔叔就行了。妮妮，赶快带志恒进去吧。啊，哎，要不啊饭就凉了，我走了啊。好嘞，好嘞。慢走，阿姨。哎，慢走，阿姨。慢走。你买什么呀？哎呀，谁让你买这个的？这个还行。你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啊，就是先认识一下，然后再找个机会单独拜访，千万别目的性太强。江总，你好啊，江总。江总，欢迎。我这应该没有迟到吧？没有，是我早到了。我不是很熟悉海州的路况，没想到交通这么好。这位是？哦，这个是我的小兄弟关海，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关海，江总。江总你好。幸会。我觉得海州未来几年的发展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续上海和北京之后，我要把第3个落户点落在海州。江总果然胆识过人啊！不过，据我所知，您代理的一些品牌这次并没有全部投放到海州市场。中国的消费者对国外奢侈品的认知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理想。与其开发新的消费群体，不如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推广。而海州，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试点来操作。这样做虽然很有风险，
但是要在推广上多下功夫。哎，对不起，江总，冒昧的问您一下啊，您的新方案在执行初期是不是需要广告的推动呢？得让消费者先了解这些品牌才对吧？当然，广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哎，江总，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公司。我们公司和国内外众多的知名品牌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我们拥有成熟的策划团队和海州85%的广告推广平台。再加上我们和张总的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的话，江总，那您的市场分析和广告宣传是不是就珠联璧合了呢？关海，先吃点东西，别急啊。我不饿，江总您吃，我说您听着就行了。刚才说到哪儿了？珠联璧合啊，对，珠联璧合。还有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强项是公关推广活动。要知道，在海州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多公司都能承办这种活动的。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在各种场所和酒店签署择优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跟您说了，但是没关系，您在签合同的时候肯定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绝对做到公开透明，绝不浪费客户的一分一毫。江总，您看需不需要我明天带着合同到您的公司，我们商谈一下细节呢？最好是您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这样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以往的成功案例。关先生，不好意思，我好像没说过要把广告交给贵公司吧？江总，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您直接问我，只要在我这儿没问题，绝对都没问题。来，先把酒喝好再说。哎，江总，喝酒不是问题，您看合同的事儿，你看关海，咱们先把这酒喝了啊！来，你这兄弟可真是急性子，一根筋，工作起来啊特别努力，别介意啊。不会的，来，关先生，我敬你。谢谢江总。江总，您刚才说把酒喝好，那您的意思怎么叫喝好呢？我今天带了4瓶酒来，如果你能把剩下的3瓶都给喝光了，我保证，在1周之内，我就跟你签订合作合同，怎么样？哎，江总，咱们还慢慢来。行，没问题。既然江总发话了，我这没问题，我喝。来，关海，江总，我干您随意。第1杯酒呢，祝您在海州财源茂盛，顺心如意。来，谢谢。第2杯呢，祝您在海州身体健康，吃好喝好。来，关先生，关海，慢点啊。好，这个喝一半，来。这第3杯酒。关海，我和江总还没喝呢，你先慢点啊，慢点，急什么？对吧？好，江总，那我带我2哥张总敬您1杯，干了！慢点吧，你行，慢点，关海。见笑。关先生，别再喝了。来，第4杯，敬我2哥和江总，友谊长存，合作愉快。关海，关海，起来了，来。
这哪儿啊，二哥？酒店啊。酒店？来，喝口水。哎，我说你小子这么拼命，是为了业绩啊，还是为了秦兵啊？说什么呢？哎，我有点断了。你还记不记得昨天跟我干嘛去了？昨天跟你见客户。合同？我的合同，二哥。哎，后边那些酒我喝完了没有？没有。完了，白喝。哎，小子，看啊，自己看。江天威，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二哥！你小子慢慢疯啊你，轻点折腾哈。谢了，二哥。这次能跟江总合作，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也很荣幸能跟贵公司合作。我在关海身上看到了贵公司的努力拼搏的精神。我也希望这次项目能得到你们公司的高度重视。在这点上，江总请您放心，我们公司会很努力的。好，那我先告辞。您慢走。江总慢走。关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员工。那您是慧眼识英雄吗？好，我先走了。张总。你可行啊，钓了这么大条客户。经理啊，有事跟你汇报。说，海恒公司您知道吗？大公司啊，是这样。江总的整体策划营销呢，是由海恒公司来负责。海恒公司的总经理张之恒有意向和咱们公司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如果您也有这个愿望的话，我随时可以替您联系。好事儿，这个事儿具体就由你来负责，但是要以张总的时间为准。您放心。哎，经理，还有一件小事想跟您说。说。是这样，上次呢，策划部让我留入刘一鸣，可是我没有办到，然后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为了弥补我的缺失，我打算给他们介绍一个女版的刘一鸣。你小子能耐还真不小啊！我多一嘴啊，那个女模不是你女朋友吧？不是，绝对不是，我都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行了，回过头来把资料拿过来，我亲自给你交到策划部。好，谢谢经理。OK， 头再转一点点。好，看包。OK， 看我。哎，好漂亮。这模特不错，哪儿找的？高一点点。海州剧院的，今年新招的第1名。嘿，我说你，怎么净能找着好模特啊？运气好。哎，客户觉得满意吗？客户啊，挺满意，而且人家还问他有没有男朋友。对了，好，我给你上一点点。好，哇，漂亮。我来，你快吃。一鸣啊，姐来这个基地啊，已经10多年了，从来没说过
佩服谁？姐今天跟你说呀，我真的佩服你，打心眼里佩服你。佩服我什么呀？不瞒你说，姐也是从戏剧学院毕业的，跟你一个学校。在这儿这么多年呢，见过太多咱们学校毕业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像你这么能吃苦的。姐在这儿啊，从小红被人叫成红姐，来这儿的剧组呢，都卖红姐3分薄面。为什么呀？熬啊，10年的媳妇儿才熬成婆呀。姑娘，其实我真没想到您。李明，你说你现在甘心吗？红姐也不甘心，咱毕竟是从最高学府出来的。你看红姐现在这样，红姐呀，是真的心疼你。你跟我们工会那些群众演员不一样，你看看他们做梦都想上咱们戏剧学校，都想有你这样的外形条件，有你这样的演戏天赋。可一鸣，你什么都有啊，你条件什么都好，你每天就在红姐这儿，大群众、武行、替身、死人、没脸的怪物你都演，你，哎呀，红姐特别想知道这是为啥呀？其实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无可奈何。这次来我就为了赚钱的。你很缺钱啊？对，我女朋友的父亲生病了。文化上有差异，不行。这个，你年纪也太大了吧？怕死！站住！干什么去了？这么晚回来？我去办正经事儿，拍照片，能出名，还能赚钱。哎呀，那都什么正经事儿啊？那都白费，知道吧？坐下。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才是正经事儿呢。来，挑一挑。这都什么呀？挺好吗？你看这个戴眼镜的，挺斯文的吧？不喜欢戴眼镜的。哎呀，其实长相没那么重要，你挑一个顺眼的。咱们改天约个时间见面相亲。什么？见面相亲？我今天把你的照片挂在那个婚介网上了，那照片一挂上去，简直就像在兔子窝前面扔了一个胡萝卜，所有的兔子一拥而上啊！那点击率啊，那些兔子妈。你凭什么把我的照片挂到婚介所去了？妈想让你找个好人家。我跟你说啊，你明天就去把那照片给我撤下来，不然……换锁！干嘛呀？你干嘛呀？哪天你给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帮你敲。孟妮儿为了钱就让你来干这个，亏你每天还把她夸得像个花似的。红姐，其实你误会了。我来这儿拍戏这么辛苦，他一点都不知道，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作为她男朋友，这是我必须要承担的责任。李明啊，我是觉得你还太年轻了，别给自己肩上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怕你扛不住。
扛得住也要扛，扛不住也要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相信我自己，我一定会好起来。哎，社会上的人啊，看我们影视圈都特别羡慕，觉得特别风光。可谁又知道这圈里的辛酸，这圈里的无奈呢？你有男朋友了？别生气啊！不对，不对，你逗我玩呢，要不然你早就告诉我了。想骗我？那我是需要考虑的时间。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我不能告诉你。那就是没有。有就让我见。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人的外貌长得都差不多，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如果妈你想要一个五脏六腑，我可以给你拍一个透视。到底让不让我见？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必要这么着急。而且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还没成熟到那个份儿上。要不这样吧，要不妈，你先回老家，等我跟他的关系确定下来以后，我亲自接您过来。不可能！我早就说过了，我一定要这一次把你的终身大事给敲定下来，要不然绝对不会回去。见一面就回去，见一面就回去。怎么今天那么清闲？我宣布，我终于可以见我的丈母娘了。皇上，孟叔，我可以见我丈母娘了。孟叔，丑女婿终于熬出头来了。是啊。哎，妮儿，妮儿啊，我得求你跟二哥借点行头。你见丈母娘有什么行头啊？你想啊，为什么我到现在才能见他？为什么？没有这个吗？抬水。哎，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可不可以江湖救急一下？你是说借钱？当然可以啊，借多少？最起码够吃一顿大餐的吧？没问题。然后呢？然后这事就定了。然后他妈就回去了，我也可以回我的小爱巢了。不过呢，你放心，我每天还是会来给孟叔洗澡的。搓背啊！放心，孟叔，我肯定会给你搓背的。那这顿饭得吃得相当上档次。太对了，一定要让他妈觉得我是个特别值得托付的人。那这事还挺艰巨的。我也是被逼的。俗话说，不做无准备之仗。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秦妈妈的弱点，索性我们就集中火力，一把把她拿下。这不明显的骗人吗？善意的谎言嘛。不行！哎呀，求求你了，张大善人。这是什么称呼啊？张大善人的意思呢，就是你一贯助人为乐，也不差这一次。再说了，关海还有秦兵这对苦命鸳鸯，正等着你成人之美呢。是啊，二哥，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可以盼到见面的这一天了。如果没有表现好的话，我马上就会从幸福的天堂永远坠入到痛苦的地狱。这是你们两个在学校背的台词吧？哎呀，张之恒，你到底帮不帮？好吧，我问你啊，关海，你真觉得这样好吗？啊？或者说，你觉得这样的感情来得长久？放心，二哥，我和冰冰的感情非常好，非常坚固。再说了，我们骗的又不是冰冰，骗的是冰冰的妈。
好吧，既然你们两个都觉得好，那就听你们的喽。谢谢二哥。你先别谢我，把计划讲来听听。啊，这个圆梦计划吧是这样，第一步。停！刘一鸣，又是你，怎么回事？会不会演呢？啊？那对不起，我们再来一个，来回原位。秦小姐，秦妈妈好，我是关经理派来接2位的。啊，你好。请阿姨。这车挺贵吧？这车差不多100多万吧。你那天就应该拿这车接我，陈妈。你们关经理人呢？怎么没亲自来？啊，他在吃饭的地方等2位。这车是他的吧？这车是我们总经理的，但是呢，因为总经理很欣赏关经理，所以特意派我来接2位。怎么这车还不是他的？阿姨，上车。来，冰冰，来。刘一鸣，刘一鸣，刘一鸣。凑合吧，咱们凑合吃点啊。关总，这位妈是妈你好，我是关海。哦，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没有亲自接你。车子坐得还舒服吧？不错，不错。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随便点了一些，希望不要介意啊。不介意，不介意。小张，你可以自己安排了，待会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秦妈妈，这边请。请。这算是传说中的海景房吧？对，经常来。秦妈妈，啊，自己来，自己来。啊！冰冰，坐到关经理边上。啊。关经理，你也坐。秦阿姨，叫我关海就好，小关，小关。好，好。关总，请问可以起菜了吗？开始吧。今年多大？家住哪里？家里几口人啊？妈，这第一次见面，又不是查户口的。我今年24，比冰冰大1岁，独生子。不错，不错。家里干什么的？妈，我看中的是关海，跟他家没关系。当然有关系啦。将来你们要是结了婚，那我们就是亲家了。我总不能连亲家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吧？我父母呢，不是什么大人物，只不过
在老家经营了一间小小的电视台而已。电视台不都是国家办的吗？对，对，他们是电视台的主管，所以感觉上跟自己经营的一样。经营电视台的，这个冰冰以前倒是没跟我说过。啊，妈，我也是今天刚知道的。对，我是没有跟冰冰说过。因为我觉得冰冰不是那么势利的女孩，我希望呢，冰冰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这个人之外的其他因素。这点随我，随我。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当时冰冰刚毕业的时候就应该直接进你们家电视台，总比现在这个剧院强。对，我之前也跟她提过电视台的事儿，但是阿姨你也知道，她特别热爱她所学的舞台艺术，我当然要尊重她的意见，而且我觉得她特别有天分。那当然，那当然。不过现在这女孩子干什么她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疼她的男人，这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我们家冰冰很死心眼儿，以后你多劝劝她。妈，我呢跟关海的关系是，他听我的，这点随我。哎，那个妈，这个菜都上了，要不我们先吃？冰冰说的对，阿姨边吃边说。来，自己来，自己来。关经理，你家住在哪里啊？妈，你又不是太平洋管那么多。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暂时住在亲戚家。因为出差，所以也没有租房子。我主要是想一步到位，将来看看冰冰喜欢什么样的房子，我们两个好一起买。我的意思是，冰冰买房，我买单。对嘛，他买。好，我就喜欢你这种一步到位的气质。我们坚决不能把钱白白浪费在房租上。好，吃菜。来，吃菜。谢谢妈，谢谢妈。啊，阿姨。冰冰，你也吃菜。李明，红姐，你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都病成这样了也不说话。喝水。哎，对了，刚拍那戏没问题吧？你怎么烧成这样了，还在问拍戏的事儿啊？一直没吃东西的吗？空腹输液不行，知道吗？你怎么还看呀？都什么时候了？你是不是想死在现场啊？哎，护士，我这还需要多久？大概应该3、3、4个小时吧。3、4个小时啊！哎，你帮我把它摘了，我有摘什么摘？你都烧成这样了，你要干嘛去啊？不是，我还有个戏要搭呢。我找别人行了吧？我这儿有的是人哈。不行，离了你还不行了是吗？红姐，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这些了。我今天不去，我的口碑就全完了，之前努力就全完了。我说不行就不行，今天说破大天也不行。那我就不输了。你，阿姨，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冰冰，你吃呀。秦妈妈，今天当着您的面儿，我想给冰冰一件定情信物，您同意的话，我也安心。哟，这么早就把钻戒买好？虽然是只素戒，但是它对我的意义很重大。这是我奶奶传给我妈妈，我妈妈传给我，让我交给未来儿媳妇的。这么多年头了，还这么心意？妈，心意最重要。翻新过，黄金不就这点好吗？冰冰，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你，无论贫穷富贵，都会陪在你身边。我愿意。秦妈妈，这下您可以放心了。等你哪天送给我们家冰冰大钻戒的时候，我才真正放心呢。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哎，你刚才说你住在亲戚家，海州有亲戚啊？其实呢，就是我们总经理，对外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他身体不太好，我住在他家也方便照顾他。身体不好？怎么不好啊？没有别的子女吗？就你一个人照顾？他患有老年痴呆症，有一个女儿一直在家照顾。我可听说老年痴呆症很麻烦的，那今后你就这么照顾下去啊？我表妹有男朋友，他们应该快结婚了，所以我和冰冰呢，将来不会有这种负担。那就好，那就好。你要理解一下当妈妈的心思，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快乐幸福，没有别的意思啊。对，了解。那不如这样，饭后我们就去拜访一下吧。我都来海州这么长时间了，本应该去拜访一下你叔叔。今天你们俩这关系不就算定下来了吗？刚好过去看看，不然倒显得我没有礼貌了。对。